望以记，网络文章蔡认真试翻做大语文。有记忆是一种脑筋精光、聪明的表现，袂记得是智慧甲修养的内涵。囡仔时代，我准是啥物代志，若记会牢，是一种真本事。有目睭影过，就会记得会头壳，迄就真正是哪心动咧。到中年人的坎站，我豆豆仔体会到，甲代志放袂记得，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。会当无甲别人的闲话藏伫心肝底的人，人生才袂互钉钉塌塌的阴影来影响着咱人生的志向。若放袂掉不如意的往事，咱人的人格难免就会受束缚，无法度过着平淡正常的生活。到了较有岁啊，我就开始学向神佛来祈求放袂记的恩赐，莫阁去想过去的辉煌甲灿烂，这是一种谦卑的美德；莫去记早前的失败，这是无限的勇气。会当淡掉早前悲哀的创伤，这是对咱心内的一种宽赦。若甲过去的罪孽甲过错放水流，这是心灵上的感恩。莫去计较朋友亲情间有无拄好的所在，这嘛是大方宽容的精神。放下恩怨情仇，莫阁对不满甲欺负咱的人做攻击，这才是出自内心的爱。袂记得比记会牢，实在困难真济，嘛足歹做会到。毋过，咱爱知影，会记得是聪明佮巧尔尔，放袂记才是智慧的提升甲修养的境界，共勉之。